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頻道 Particle。今日同大家介紹寶利加通道三大喇叭口嘅第三個喇叭口——緊口型喇叭口，亦都係啦一個靜待變盤嘅喇叭口。咁佢形態咧就會類似於股價啦，之前經過咗一個長時間嘅下跌，咁開始啦係低位反覆咁樣啦，震盪盤整啊。咁佢嘅上軌咧緩慢咁向下運動，下軌緩慢咁向上運動啊！咁佢嘅意義咧就係當空雙方嘅力量處於一個比較平衡嘅狀態啦。咁股價咧亦都處於一個長期嘅橫盤震盪整理嘅一個行情當中啊。咁緊口型喇叭口形成條件啦，首先股價啦經歷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下跌啊，成交量咧可以見到咧比較萎縮。咁同時啦，上下軌之間越嚟越細，越嚟越窄。好，咁當咁樣嘅一個緊口型喇叭口出現之後咧，我哋可以啦選擇一個觀望等待啦，亦都係可以啦選擇一個少量咁樣去建倉嘅。我見到長時間嘅下跌之後咧，出現咗個緊口型嘅喇叭啊。好啦，咁亦都可以啦睇一睇我哋嘅一個案例啦。咁呢個位置我哋可以見到經歷咗一個長時間嘅下跌之後啦。我哋嘅寶利加通道出現咗一個嘅緊口型喇叭嘅狀態，上下軌不斷咁樣去靠緊，上軌向下運動，下軌向上運動咁呢個位置咧，我哋咧就係需要啦耐心咁等待變盤亦都啦可以喺呢一個即將轉接嘅位啦我哋嘗試做一個建倉咁等到佢確認啦有變盤啦，我哋再一次加入我哋嘅一個倉位。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